大家好，我係 Andy。火災後有人話竹棚危險啊，我唔識建築嘅，但眼見個竹棚喺大火之後仲屹立不倒，而且好多文章都講竹嘅好處，令我諗起好多人話股票危險，搞錯重點。股票本嘢係集資，有志者槓桿有錢人嘅錢，一齊做生意，有錢齊齊揾。股票危險係因為做生意就係九死一生，唔係仲有人返工，所以投資個別股票係危險嘅。但真正危險嘅係犯罪行為，例如股市做市、做假數等等，唔係股票本身啊。類比就例如大廈圍網係咪用合法合規嘅物料？另外，股票危險可能因為愚蠢，例如投資者過度槓桿。貪勝不知輸，想賺盡。類比係用發泡膠圍窗，有人話係護住啲窗啊。咁用發泡膠而非其他不易燃嘅物料，係因為咩？成本低，想賺盡。貪心呢，想賺盡，人之常情，是他也是你和我，但唔好蠢咯。黃子華喺棟篤笑講過，偷步係醒目仔去做嘅。而識得偷步嘅人係唔會偷步，因為醒目嘅人知道偷步嘅後果，所以就唔會偷步。只係識計成本上嘅 P&L 風險，而忽略其他風險，就係唔識得用機率去思考。低機率但高傷害嘅事情，比高機率但低傷害嘅事情更容易令人沒頂。可惜，通常呢啲人唔係最受傷害嗰一個。問題發生之後，成日話查找不足，個不足喺邊？工人、地盤主管、承建商、政府，有話工人喺工地食煙，有冇人理？政府多次發現工地有問題，出幾封信就解決問題。呢啲監管嘅問題好難㗎，又要監管個監管，監管個監管，太難啦，太大手術啦，不如捨難取易。做少少嘢當交差，今次賴落個竹棚嗰度，過一陣大家唔記得，繼續生活。投資一樣，投資可以好簡單，好容易。投資四大支柱：眼光、膽識、耐性、紀律。冇眼光咪買指數基金，冇膽識咪月供。最難嘅就係紀律同埋耐性啫嘛，因為太難去處理自己嘅紀律同埋耐性。咪捨難取易，走去呢度揾啲投資速成，嗰度揾啲投資秘技咯。自己人生自己救，不要錯重點。Rest in peace。